后来灾区的新闻，咱等一下继续来关心。先来看第三线苗栗西潭的路段，沿路的光景真水，是未少机车的车友跑山的圣地。警方伫中秋节的连假加强稽查，都有一个19岁男大学生伫台北租车到这个所在来跑山，毋那沿路翘高链。 崩坑内底嘛翘高链，佮跨过这个双白线，甲其他的车辆来并车，而且佮为着要来闪避着警方的查缉，甲车牌拔掉。警方是查出着车主甲驾驶含送法办。 无车牌奥多摆徛伫咧第三线顶，骑士甲车头扭起来，翘高链随油门向前骑，伫咧崩坑内底行过双白线，袂输咧电特机。 骑士伫咧崩坑翘高链咧顶，甲周围的驾驶拢惊一条。含过的是伫咧第三线顶嘛，照常翘高链，佮甲车扭到徛直，敢若用后链咧行。之前好像有一次我有看过，在哪里看？往义民庙的方向，但是下游那边有摄影机，应该比较不敢。 骑士摇摆翘高链的地点伫咧第三线苗栗西潭路段，沿路的风景水，乘机车族来骑车。不过，这个骑士骑无车牌奥多摆翘高链，警方佮推出伊沿路变速度已经是危险驾驶。基于百寿隧道内翘孤轮未悬挂号牌竞速行为，全案依法送办。 警方调查，摇摆翘高链的骑士是19岁单身大学生，伊伫咧台北一间车行租车，骑到第三线西潭路段，沿路翘高链佮变速度，佮敢若想要闪警方的追查，就家己甲车牌摕掉，认定涉及公共危险罪，含送法办。若苗栗警方伫咧中秋连假查到5件噪音超标，6件改车，佮126件违规，包括无照驾驶、冲红灯、正向危险驾驶甲超速等等，其中就包括这个翘高链骑车的大学生。9月、10月连假真济，警方大动员加强处理，要阻止危险驾驶的发生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